大家好，我係微川，今日係我第一次嚟赤柱。香港仲有聖誕樹，好得意。今次呢，我問香港朋友有冇咩推介嘅地方，佢就介紹咗赤柱畀我。原來有咁靚嘅地方，我之前完全唔知道。我好鍾意呢度。我哋嚟買啲手信畀屋企人。好靚喎，好鍾意。我哋嚟食甜品啦。多士凍奶茶，好好食喎。其實呢，日本都有好多香港菜嘅餐廳，但係呢，好少飲到真正香港味嘅凍奶茶，所以每次嚟香港我都會飲好多凍奶茶。これが分類？分類味？分類味？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うまっ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唔知點解嗰日成日同朋友可能咁講嘢，好搞笑。仲去咗 Big House 啦，耶！唔使排隊。これはやばい。わあ、好靚。マジで。哇，好舒服。慢慢就入屋啦。我哋搭巴士返中環。好似係過山車，有啲恐怖，但係好靚啊！我好鍾意香港啲高樓大廈，所以每次嚟香港都會覺得好感動。さっきまで綺麗だったんだよ。湯気が。Vlog。其實呢，我唔太食得辣嘅嘢，但係呢，好食。
多謝你哋收睇，下次再見，拜拜，早唞。